后来这个行政院600亿的纾困方案嘛正式启动了。交通部救观光、救航空业将要推出纾困计划2.0，针对航空业要来投入到300亿来协助6间国际的航空。那旅行业初步规划要投入8亿。通机场出境大厅冷冷清清，入境时都要量体温检测。 无论出入境，拢可能和台湾的新冠病毒搁传出去。卫福部长再三叮咛，唔通出国。这和国内航空公司强要无钱通发薪水啊。航空业来讲，这个需求，初估大概至少要有300亿元，协助他们能够周转。6间国内航空中华、中研、华信、立营、台虎加上都成立的商务航空，拢拍算甲交通部申请专案的贷款，唔若借钱付薪水。 嘛拍算要争取优惠补贴，像降落费、房屋使用费、土地使用费、维护机库的使用费、无人机售后、病厂使用费等等，全部拢为109年2月7日开始算起1年。另外，旅行饭店业者嘛有好消息。初步原来规划是8亿元，那观光发展基金我们也会再增加。 都差不多通过纾困条例，交通部有编167亿外，不过安尼阁无够，纾困的2.0计划就要赶紧送出来，一定要好，才会受伤的业者阁较有感觉。